大家好，歡迎嚟到太醫館，我係吳凱強醫師。根據糖尿聯會資料，全港約有70幾萬人糖尿病患者。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進一步發現，每6位患者中就有1位出現腎功能急劇下降，極易引致腎病綜合症。早期識別與規範治療，對延緩病情、保護腎功能至關重要。聽完你之前嘅講解之後呢，我覺得中醫嘅治療腎病係好有系統啊。但係呢，我成日都聽人話，尤其係西醫，佢會好嚴格咁話腎病唔好食中藥啊，仲會舉出有啲食到要即刻洗腎嘅例子，搞到呢我都好驚啊。咁中醫同埋腎病係咪真係咁水火不容啊？呢個問題可以話係香港腎病病人同埋中醫之間最大嘅誤會同埋遺憾。答案就係梗係唔會水火不容啦。關鍵在於點樣用同埋由邊個嚟用。第一，你要明白現代醫學對於腎病綜合症並唔係有絕對嘅優勢同埋根治方法。第二，大量嘅研究同埋臨床實踐已經證明，只要應用得當，中醫藥確實係能夠改變腎病綜合症嘅各種指標。咁點解西醫唔俾用？咁問題又出喺邊度呢？問題係出現喺盲目應用同埋缺乏辯證之上。咁點樣盲目法啊？香港人嘅文化有好大嘅偏好，就係盲目去到溫補，唔理春夏秋冬，唔理自己個體質係寒定係熱，就係覺得補氣就係啱，黃芪、黨參就係好嘢。唔少嘅男女老少咧，見到咳嗽啊、失眠啊、便秘啊，總之咧補一補就一定覺得好啲。呢種諗法好常見，但其實唔係好多人真係氣虛，而喺心理上缺乏安全感，覺得補一補咁就係好嘅。嚇，有冇搞錯啊？補氣都唔得？你呢個反應就係正常香港人嘅盲點啦。對於腎病病人嚟講呢，亂咁補氣可以好大鑊㗎。從西醫角度去睇，好多腎病嘅患者咧，因為腎臟嘅功能失常咧，容易出現高血壓症。症狀係肌肉冇力啦、手腳麻痹啊、心跳得好快、心律不正啊。呢種嘅無力感咧，好容易俾人認為係中醫嘅脾氣虛。係啊，周身冇力感，一聽就知係氣虛啦。梗係唔係啦，肌肉冇力唔係只係氣虛嘅狀態先至會見到㗎。黃芪同埋黨參咧，本身就係高鉀嘅中藥嚟嘅。黃芪每100g 咧就有800 mg 嘅鉀，黨參更加犀利，每100g 咧就會有1500 mg 嘅鉀。如果一個高血鉀症嘅腎病患者大量向度服用，無疑係火上加油，隨時會令個病情急轉直下，即時要送去醫院洗腎㗎。而醫院腎科嘅醫生見到好多咁嘅慘劇呢，咁都會斬釘截鐵叫啲病人唔好食中藥。嚇，咁大件事？我真係諗住氣虛咋，咁中醫嘅角度點睇呢件事啊？咁係咪真係水火不容？梗係唔係啦，從中醫嘅理論去出發呢，腎病嘅核心係一個陰虛同埋瘀毒嘅過程，即係身體陰液虧損，同時咧廢物淤積。喺陰傷嘅時候，你用溫性嘅補氣藥，就梗係完全違反我哋嘅治療原則啦。咁樣做唔單止冇效，反而會加重咗陰虛嘅症狀嘅。啊，我知錯啦。咁你都係正常嘅香港人，出現呢啲誤區好正常嘅。今日學識咗之後就要記住啦。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啦。腎病出現嘅高鉀症狀呢，中醫理解為腎陰虧耗，加上咧水瘀淤積、心陽被鬱，咁就無力正常去到推動。正確嘅治法應該係滋養心腎之陰同埋清理水瘀，而唔係用黨參呢類嘅藥去到振奮個心陽。所以咧用錯藥會越幫越忙㗎。甚至聽講過啦，有啲第3期嘅腎病病患者食咗黨參之後咧冇效啦，更加轉食用更加高鉀嘅紅參，結果造成無法挽回嘅悲劇。即係黃芪黨參係毒藥，我以後都唔敢再食佢喎。錯唔喺個藥度，而係亂咁用嘅人度。如果腎病患者因為利水過度嘅原因咧，出現一啲低鉀嘅症狀，呢個時候黃芪黨參絕對係良藥嚟嘅。而且研究表明啦，黃芪配合一啲利水嘅藥，對於控制糖尿病同埋高血壓腎病咧都有明顯嘅療效。所以用啱藥係好緊要㗎。即係只要唔好亂咁補，中醫就好安全啦。現實上都仲有另外一個大問題，就係部分嘅醫師咧對於腎病嗰個現代醫學嘅理解唔係好足夠。例如啦，有腎病第2期患者嘅病人啦，夜尿增多嘅時候，佢就單純地將佢誤診為腎氣虛嘅尿頻。於是咧就使用大量補腎止尿收息嘅藥，咁樣無疑會妨礙咗腎臟排出廢物嘅進度㗎。咁樣做即係等於將啲垃圾擺喺屋企度，唔准抌走佢，後果可想而知。原理咧就好似半夜咳嗽一樣啦，因為有痰要咳出嚟，
你就用一啲強力嘅鎮咳嘅藥去到阻止佢，結果呢啲痰阻喺氣管度，咁啊好容易引發肺炎㗎。咁聽落去又真係唔係好安全喎。我突然間諗起幾年前有單新聞話，有啲中藥本身有腎毒性，係咪呢啲都關事㗎？的確係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嚴肅嘅問題。現代醫學已經證實咗啦，部分嘅中藥係含有毒性成分嘅，例如馬兜鈴酸類啦，有關木通啊、天仙藤啊、細辛啊、呢個威靈仙等等。雷公藤類啦，包括雷公藤同埋昆明山海棠。烏頭類啦，常見嘅附子、烏頭，跟住仲有動物藥、蜈蚣啊、斑節，或者一啲重金屬類嘅朱砂同埋興奮。當中有啲藥咧，好似附子細辛，其實係好常用嘅。喺中醫嘅理論去到睇啦，呢啲都係辛溫大熱嘅藥嚟嘅。本身咧佢就同腎病嘅陰傷瘀積嘅病機咧相衝，所以咧一個對腎病有深入認識嘅醫師係會識得避開或者謹慎咁樣去到用呢啲藥。我聽落好似危機四伏，咁中藥對腎病到底有啲咩好處啊？當然有啦，只要準確去到辨證，用藥得當，中藥對於腎病咧係有非常好嘅療效㗎。例如啦，丹參川芎呢啲活血化瘀嘅藥係可以改善到腎小球嘅血液循環，控制個炎症，咁符合化瘀嘅病機㗎。一啲利水滲濕嘅藥係可以幫助身體排出多餘嘅水分同埋廢物，有效咁樣控制水腫。通苦泄濁嘅藥啦，最經典嘅就係大黃啦，可以將血液入面嘅肌酐啊等等嘅廢物咧，通過大便咁樣排走，咁啊減輕咗腎臟嘅負擔。內地嘅一啲科研文獻咧已經好多次去到表明啦，大黃喺組方配伍之下咧係可以治療慢性腎病，係好有效嘅。即係人參冇咩用，大黃先係寶啊！好難講服人哋接受嘅喎，個個都覺得人參先係寶，大黃只係草。你講出咗個核心嘅問題。呢種中意補、討厭瀉係一般人嘅偏見嚟嘅，正正印證咗我哋中醫解成日講嘅一句説話：人參殺人無過，大黃救人無功。用人參呢類嘅藥咧，就算醫死人咧，都冇人會怪罪佢。但係如果用大黃呢類嘅瀉藥救翻咗人咧，都冇人覺得係大黃嘅功勞。喺呢種觀念之下咧，往往都會延誤咗病情，亦都令到西醫啦對中醫產生無知嘅呢啲負面嘅印象。咁其實補藥係咪完全用得㗎？咁又唔係喎，腎病病人咧，經常咧有一啲嘅營養不良啊、貧血啊、缺乏維生素等等嘅問題。喺呢個時候，適當咁樣去到用一啲滋陰補血嘅藥咧，係可以起到好好嘅作用。但係重點在於辨證論治啦。如果一味大量去到滋陰咁會妨礙個水液運行，令到小便更加唔暢順㗎。但係一味去到猛攻佢嘅話咧，又會傷陰耗氣。所以最穩陣嘅方法就係將呢個難題交俾一個對於腎科好有認識又有好有經驗嘅中醫師，佢會幫你調教好呢個補虛同埋瀉實嘅最佳比例。我完全明白啦，唔該晒你啊，伍醫師。總括嚟講，腎病唔係唔食得中藥，而係必須喺專業嘅人士指導下，精準咁樣用藥。總結得非常好啊！知識同埋專業就係打破誤會、保障健康嘅鎖匙。